夜色深沉，月光溫柔。我係月下說書人，今晚我哋唔講戰場硝煙，唔講朝堂權謀，只講一個喺野史入面被反覆唾沫，喺正史入面卻幾乎揾唔到聲嘅女人——傅恒夫人。佢係滿洲第一美人，係乾隆朝最顯赫外戚家族嘅新抱，係大清第一功臣傅恒嘅老婆，係福康安嘅阿媽，亦都係富察皇后嘅弟婦。可後世記住佢嘅唔係呢啲身份，而係一個傳聞：佢同乾隆私通，生咗福康安，仲間接逼死咗自己嘅親姑姐富察皇后。呢個古仔太刺激啦，亦都太完整啦。佢有一個美亞絕倫嘅女人，一個風流多情嘅皇帝，一個忍辱負重嘅丈夫，一個賢德悲苦嘅皇后，仲有一個身世成疏嘅私生子。所有元素齊備，好似一場為觀眾度身訂造嘅深宮噩夢。可問題係，佢究竟係真嘅，定係我哋太願意相信佢係真嘅？今晚等我哋將龍舟上面嘅燈吹熄，重新行入嗰片被傳聞籠罩嘅迷龍入面，睇下傅恒夫人究竟係邊個，以及點解我哋會將佢推上嗰個罪人嘅位置。一婚禮故事要從傅恒夫人加入富察家嘅嗰一日講起。嗰一日嘅富察府熱鬧得唔似一場婚禮，更像一個家族正式走向權力中心前嘅盛大亮相。京城嘅風好冷，朱紅大門外卻車馬不斷，滿洲貴族嘅轆一頂接一頂停喺門前，馬蹄踩過青石板，留低潮濕嘅印。門房忙到冇時停，管事一遍遍核對禮單，繞喉玉器、金簪、珊瑚朝珠，宮中上落嚟嘅舊物擺滿咗半個廳堂。今日成親嘅男子唔係尋常奇人子弟，佢叫傅恒。嗰陣嘅傅恒仲未成為後來嗰個位極人臣嘅大清第一功臣，卻已經企喺好多人一世都摸唔到嘅起點上面。佢出身滿洲立黃旗，富察氏，家族顯赫。更要命嘅係，佢有一個家姐，已經成為乾隆皇帝最睇重嘅原配皇后。富察皇后呢四個字喺乾隆朝唔係簡單嘅後宮稱號，而係一道通往皇帝心裏面嘅門。傅恒係皇后嘅親細佬，即係皇帝嘅舅仔。呢種身份本身就帶住光。只要佢唔犯大錯，前途幾乎肉眼可見。可傅恒又唔係一個只靠家姐嘅新富子弟，佢後生、恩臣、聰明，識得滿洲貴族嘅規矩，亦識得點樣喺皇帝面前不急不躁。呢種人注定唔會久居人下。而今日嫁俾佢嘅女子，後世傳說入面話佢勝瓜爾佳氏，靚到幾乎唔似凡人。有人話佢啱落落拉時，蓋頭被風掀起一角，只露出半塊面，就令門外嘅年輕侍衛睇到失晒魂。有人話佢眼尾微微向上挑，講嘢時聲唔高，卻似一條細線，可以將人嘅魂輕輕牽過號。仲有人話佢嘅美唔係尋常嘅美，而係一種帶住野心嘅美，似冬日入面開得過早嘅紅莓。顏色越暗越令人覺得危險，可你要記住，呢啲都係後世傳說入面嘅寫法。傳說要令一個女人變成禍水，第一步必定要先令佢靚到驚人。如果佢唔靚，乾隆點解會失控？如果佢唔靚，傅恒點解會忍辱？如果佢唔靚，富察皇后點解會喺龍舟上面崩潰？所以佢必須係滿洲第一美人。佢唔可以只係傅恒嘅老婆，佢必須似一把插喺富察家門楣入面嘅刀，日後先至可以割開乾隆、傅恒、富察皇后同福康安之間嗰度最難堪嘅傷口。婚禮嗰日，傅恒夫人坐喺新房入面，紅燭燒得好穩，外頭賓客嘅笑聲一陣一陣傳入嚟。有人話傅恒好福氣娶咗咁樣一位美人。有人話富察家真係烈火烹油，鮮花着錦，仲有人壓低聲話：而家皇后喺宮入面，
傅恒喺朝中呢位新夫人一入門，日後怕都係京城入面數得着嘅貴婦。一個女人嫁入咁樣嘅家族，表面係榮耀，實際上亦都係一座睇唔見嘅牢。佢從此唔再係一個尋常女子，佢嘅一言一行代表富察家，佢入宮請安代表富察家嘅體面。佢見皇后要識親眷分寸，見其他命婦要識身份高低，見乾隆更加要知道嗰位係一個可以決定成個家族命運嘅男人。喺嗰座富貴門庭入面，佢當然可以睇見權力，權力就喺門外嗰啲勒上面，喺廳堂入面嗰啲低聲奉承入面，喺管事翻禮單時小心翼翼嘅表情入面，更加喺所有人提起富察皇后時突然放輕嘅聲入面。據野史所講，亦都係由呢一日開始，佢心裏面埋下咗一個念頭：做傅恒嘅老婆固然尊貴，可如果一個女人見過紫禁城最高處嘅光，又點會甘心只企喺權力嘅邊緣？佢想要嘅唔知係富貴妻榮，佢想要被嗰座宮城入面最尊貴嘅男人睇見。呢種講法當然吸引人，一個美人聰明、野心勃勃嘅貴族女子，嫁俾正在上升嘅傅恒，卻不甘於只做內宅夫人。佢睇見丈夫靠近皇帝，睇見姑姐坐喺皇后嘅位置上面，亦睇見紫禁城入面所有女人都喺度圍住乾隆轉。於是佢心裏面生出一個最危險嘅念頭：既然富察家可以靠皇后靠近皇帝，點解佢唔可以靠自己再行前一步？如果呢個係小說，呢個念頭已經足夠將古仔推向森林。但歷史最迷人嘅地方就在於，佢從來唔會乖乖跟住小說行。一入宮，傅恒夫人第一次入宮請安嘅嗰日，傳說天氣極好，紫禁城嘅紅牆喺陽光底下亮到刺眼。佢隨女眷入宮，行喺長長嘅公道上面，宮女喺前面引路，太監低頭企喺兩旁。佢瞪眼望去，只見宮門一重又一重，黃色琉璃瓦壓喺頭頂，似一道巨大嘅天命。佢好快見到富察皇后。嗰陣嘅富察皇后已經係乾隆心中最特殊嘅女人。佢唔係後宮入面靠年輕容貌爭寵嘅妃嬪，而係由寶親王府一路陪乾隆行嚟嘅嫡妻。佢端莊節儉溫和，從不張揚，卻令人一眼就知道中宮就係中宮。野史入面嘅傅恒夫人喺見到呢位姑姐時，心裏面並唔全是敬畏。佢或者會諗，同樣係富察家嘅姻親，點解皇后可以企喺皇帝身邊，而自己只能喺禮儀之外叩頭？佢或者會諗，呢座宮入面所有人都驚皇后，可皇后再高貴，都始終只係一個女人。佢有丈夫，有仔，有體面，亦有別人睇唔見嘅孤獨。當然，呢啲心理活動冇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可好嘅傳聞。最會做嘅就係替沉默嘅人安排內心。於是後世筆記同民間古仔入面嘅佢，一步步變成咗一個識得利用身份嘅女人。佢係傅恒夫人，可以借住探望富察皇后嘅名義進入宮廷。佢係富察家嘅新抱，比普通外命婦更容易接近皇后。佢後生貌美，舉止得體，唔似後宮妃嬪咁時時被章喺名分入面。佢企喺乾隆面前嗰時，唔係宮女，亦唔係柳妃，而係舅仔嘅老婆。呢個身份表面安全，實則曖昧。太近就容易危險，太遠又唔夠刺激。而乾隆恰恰中意呢種距離。據講，乾隆第一次真正留意到傅恒夫人係喺一次宮中家宴之後。嗰日富察皇后身體不適，女眷散得早，乾隆由偏殿行出嚟時，啱好望見傅恒夫人企喺廊下，風吹動佢嘅衫袖，佢低頭行禮。乾隆本來只係隨意一瞥，卻喺嗰一瞬間停住咗，因為佢太似一個唔可以屬於佢嘅誘惑。
後宮入面嘅女人名義上都係佢嘅，可正因為都屬於佢，反而少咗嗰種禁忌嘅鋒芒。傅恒夫人唔同，佢係臣妻，係外命婦，係富察皇后嘅弟婦。呢個就係野史最識寫乾隆嘅地方。佢唔寫佢係勵精圖治嘅皇帝，而寫佢係風流天子。佢唔寫佢點樣處理朝政，而寫佢點樣被美色牽動。佢唔寫傅恒夫人點樣真實生活，而寫佢點樣一眼睇穿皇帝嘅眾望。由嗰時開始，傳聞入面嘅兩個人開始喺宮廷禮儀嘅罅隙入面試探。一個眼神，一句輕語，一次宮宴後嘅停留，一次藉口向皇后請安時嘅晚歸，所有細節都曖昧得啱啱好，冇人當場捉到，卻足夠令聽故仔嘅人心跳加速。傅恒夫人最叻嘅地方，據講唔係主動，而係識得令皇帝覺得係佢主動。佢不露痕跡咁退一步，令乾隆追一步。佢唔講愛，只一講神父惶恐，佢唔講要，只令皇帝喺佢嘅沉默入面感到自己被渴望。如果傳聞係真，呢種關係最可怕嘅地方唔在於情寡，而在於權力。乾隆唔係普通男人，傅恒亦唔係普通丈夫，富察皇后更加唔係普通姑姐。一旦呢段私情被揭開，佢毀掉嘅唔係一個女人嘅名聲，而係成套皇室體面同外戚秩序。乾隆會失去賢君面目，傅恒會成為天下笑柄，富察皇后會被最親近嘅兩個人同時背叛，富察家多年經營嘅榮光亦會染上最難洗嘅污點。可越係咁，野史越要令佢發生，因為禁忌越重，古仔越吸引人，於是傳聞繼續向下行。冇幾耐之後，傅恒夫人有咗。傅恒當然知道日子對唔上，可佢唔可以問。佢係乾隆最信任嘅臣子，係富察皇后嘅親細佬，亦係富察家未來嘅同幹。佢若問，就係將皇帝拖落水；佢若鬧，就係令富察家同愛新覺羅家撕破面。佢若唔認，呢個細路一出世就會成為全京城最大嘅醜聞。所以傅恒只能認，佢唔只要認，仲要做得好似真事一樣。佢要替呢個細路擺滿藥酒，要令族人承認呢個細路係富察家嘅血脈，要令老婆喺外人面前繼續端莊，要令皇帝喺朝堂上繼續信任佢，亦要令富察皇后永遠唔知道呢場最核突嘅背叛。呢個細路就係後來震動乾隆朝嘅福康安。你聽到呢度一定會覺得毛骨悚然。如果福康安真係乾隆私生子，咁佢一生嘅特殊恩寵就有咗最隱秘嘅解釋。乾隆唔係在寵一個功臣之子，而係在寵自己嘅血脈。傅恒唔係在養仔，而係在替皇帝遮醜。富察皇后唔係突然病死，而係被一場壓喺佢身邊嘅亂倫私情慢慢逼到絕路。呢個就係野史入面最鋒利嘅刀，佢將所有唔尋常都切成一條因果線。可呢條線最血腥嘅一幕，仲唔係福康安出世，而係乾隆13年嗰艘南巡歸途上嘅龍舟。三龍舟嗰一年，富察皇后嘅精神已經被接連喪子折磨得好深。佢嘅嫡子永逢早夭，後來永從又冇活到落嚟。對乾隆嚟講，嗰係儲位希望一次次破碎；對富察皇后嚟講，嗰係一個夏侯夭由身體入面跌落嚟嘅肉，一塊一塊被命運攞走。佢貴為皇后，卻唔可以似尋常夏侯夭咁邊喺細路身上痛哭。佢要穩，要端莊，要替乾隆保住中宮體面。可人嘅心唔係公規，唔可以一句母儀天下就唔痛。乾隆13年，皇后隨乾隆出巡，沿途儀仗好多，百官迎送，萬民跪拜愛人。睇呢個係天子風光，係皇后尊榮。可喺嗰艘船上面，富察皇后嘅身體已經越嚟越弱，佢夜裏成日瞓唔好，聽見水聲就發顫。
宮女勸佢唞客，佢只係搖頭。野史話嗰個雨夜，皇后本來想去見乾隆，佢唔係去問罪嘅，佢只係太痛啦，想揾自己嘅丈夫講幾句說話。人到最脆弱嘅時候，哪怕是皇后，都會想要一點普通夫妻之間嘅安慰。佢唔想聽太監講皇上政務繁忙，亦唔想聽宮女講娘娘保重鳳體。佢只係想見見嗰個少年時就陪喺自己身邊嘅男人。龍舟上面燈影搖晃，雨點打喺船舷上面，發出細密嘅聲響。富察皇后披住斗篷，扶住宮女嘅手，沿住嗰窄嘅過道往前更所在嘅更室行去。佢行得好慢，因為身體虛，亦因為心裏面有一種講唔出嘅不安。紗門半掩住，裏面傳來低低嘅人聲，唔係太監嘅聲，亦唔係宮女嘅聲。嗰一瞬間，富察皇后停低咗佢，或者已經認出嗰個女人嘅聲。嗰個聲來自佢嘅弟婦，來自富察家嘅新夫人，來自一個本該喺禮數之外永遠保持分寸嘅女人。皇后伸手推門，門開咗，燈火一晃，佢睇見乾隆，亦睇見富恒夫人。有啲場景或者唔會寫得太明白，因為越唔明白越令人自己想象。野史只講富察皇后當場面色慘白，整個人好似被抽走咗魂。乾隆慌咗，富恒夫人跪低咗，宮女嚇到唔敢出聲。船艙入面剩翻雨聲。嗰一刻對富察皇后嚟講，背叛唔係一重，而係三重。丈夫背叛咗佢，弟婦背叛咗佢，富察家背叛咗佢。佢一生睇重嘅體面德行、夫妻情分、家族清白，喺嗰個雨夜被一扇門全部擊碎。更加殘忍嘅係，佢唔可以嗌佢係皇后，佢若嗌出嚟，皇帝嘅面毀咗，富察家嘅體面毀咗，富恒毀咗，連佢自己都會變成呢場醜聞入面最難堪嘅見證者。所以佢冇鬧。傳說入面，佢只係退咗幾步，然後行向船邊。宮女發現唔對路，想上前拉佢，已經遲咗。水聲猛咁一響，皇后取入河中。夜雨入面，龍舟大亂，太監驚呼侍衛奔走。乾隆衝出嚟時，只望見黑沉沉嘅河水吞掉咗佢一生最敬重嘅女人。呢個就係龍舟捉兜嘅傳聞。你不得不承認，佢太有畫面感啦。佢有雨夜，有龍舟，有風流皇帝，有絕色弟婦，有賢德皇后，有投水自盡。佢似一場為觀眾度身定做嘅深宮噩夢。你一聽就想知道後面點樣，你一聽就覺得乾隆抵死，富恒夫人抵死，富恒窩囊，富察皇后可憐。可是就喺所有人都以為呢單痛情鐵證如山嘅時候，真正嘅歷史偏偏喺呢度露出咗一道最致命嘅裂縫。呢道裂縫只有一句說話：福康安嘅出生時間對唔上。孝賢順皇后富察氏死喺乾隆13年，而福康安一般記載為乾隆19年前後出世，中間差住好幾年。如果福康安係喺皇后死後多年先出世，咁皇后點可能喺乾隆13年嘅龍舟上面撞破富恒夫人懷住福康安，或者因為福康安而引發嘅悲情？呢個唔係小細節，呢個係成場傳聞最要命嘅地方。一個古仔可以誇張，可以渲染，可以添油加醋，但時間線唔可以亂。一旦時間線亂咗，再冧尾嘅雨夜，再悲慘嘅落水，再驚悚嘅私生子，都要重新打問號。當然傳聞都有補法，有人會話皇后撞破嘅唔係懷福康安嗰一次，而係乾隆同富恒夫人早已有私情，福康安只係後來呢段關係嘅結果。亦有人會話具體年份被後人記混咗，龍舟古仔只係象徵。仲有人會話皇室有意改過福康安年齡，淨係為咗遮掩。你睇傳聞最強嘅生命力就喺呢度，你拎時間線質疑佢，佢就話時間線被人改咗。
你拎正史質疑佢，佢就話正史本身就係遮羞；你拎理智質疑佢，佢就話皇帝想點都得。咁一嚟，傳聞就變成一種永遠無法證據嘅故仔。佢唔需要證據，佢只需要你願意相信。但我哋今晚要做嘅，唔係將野史講得更似真嘅，而係帶你睇清楚點解呢個故仔明明有漏洞，卻可以流傳咁耐，因為佢太符合人心對皇宮嘅想象。乾隆風流，大家願意信；皇帝偷神妻，大家愛聽；富察皇后賢德早逝，大家需要替佢揾禍首；福康安恩寵過度，大家需要一個隱秘原因；傅恒家族太顯赫，大家覺得入面一定有唔乾淨嘅交換。於是傅恒夫人就成咗最方便嗰個人，所有解釋唔到嘅事都可以放喺佢身上。四真相嘅另一面，而家我哋將龍舟上面嘅燈吹熄，重新返到史實企得住嘅地方。傅恒係邊個？佢唔係一個靠老婆私情上位嘅狼男人。傅恒出身顯赫，本身就係滿洲頂級貴族，又係富察皇后嘅親細佬。乾隆對佢有親緣信任，亦有政治需要。傅恒後生時由侍衛體系進入皇帝視野，後來入軍機處，歷任要職，最終成為乾隆朝最核心嘅滿洲重臣之一。佢參與金川戰事，後來又經歷濫甸。雖然晚年軍務困難，但佢確實係乾隆朝繞唔開嘅功臣。咁樣一個人根本唔需要靠老婆同皇帝私通嚟換取前途，佢已經企喺權力中心。更加重要嘅係，富察家亦唔需要用呢種方式冒險。一個頂級外戚家族最驚咩？唔係少一啲上詐，唔係少一個官職，而係醜聞。富察家嘅權力來源係皇帝信任皇后情分、滿洲貴族身份同傅恒本人嘅能力，呢啲都需要一個嘢支撐體面。若傅恒夫人真係同乾隆有染，事情一旦傳出，唔只傅恒丟面，富察皇后都會被拖入監獄入面。成個家族都會被將喺不倫醜聞上面。對富察家嚟講，呢個唔係捷徑，呢個係近崖。你話傅恒會唔會為咗保命忍落？喺皇權面前，臣子當然可能忍，可是忍辱要體換到啲咩？傅恒本來就喺上升，富察家本來就受寵，皇后本來就係中宮，佢哋唔需要用咁危險嘅方式換富貴。更何況乾隆若真做出呢種事，佢自己都要承受巨大嘅名譽風險。乾隆呢個人當然唔係聖人，佢風流自戀，中意展示文字武功，亦有帝王嘅佔有掛。可是佢極之重視自己嘅歷史形象，佢要做十全老人，要做聖明天子，要做孝順仔，要做懷念亡妻嘅深情皇帝，偷舅仔老婆逼死原配皇后。呢種污點太大，大到就算是皇帝都未必願意承擔。所以傅恒夫人同乾隆私通呢個傳聞，從動機上睇好刺激，從利益上睇卻好冒險，從古仔上睇好順暢，從制度上睇卻處處卡殼。咁福康安嘅特殊恩寵又點樣解釋？呢個先至係成個疑案入面真正嘅核心。福康安之所以俾人懷疑，係因為乾隆對佢太好。佢少年入宮，後來進入侍衛體，係再到軍功累累，豐爵不斷。乾隆晚年幾場重大戰事，金川、甘肅、台灣、廓爾喀、苗疆、福康安都扮演咗重要角色。佢唔係一個閒散貴公子，而係乾隆手入面真正可以用嘅大將。但係僅僅打得，仲唔一定解釋得到全部恩寵。福康安嘅待遇確實超出常格，生前封貝子，死後追贈郡王，配享太廟。對於非愛新覺羅宗室嘅人嚟講，呢種榮耀太容易令人起疑。於是民間最慳時嘅解釋出現咗，佢係乾隆嘅親仔。呢個解釋點解有吸引力？因為佢太簡單啦。
你唔使再理解滿洲貴族體系，唔使再理解乾隆對孝賢皇后嘅感情，唔使再理解傅恒嘅功勞，亦唔使再理解乾隆晚年嘅軍事佈局。你只要講一句，福康安係皇帝私生子，所有偏愛都順晒。可是歷史往往唔中意咁慳事。乾隆寵福康安至少有幾層原因。第一，福康安係傅恒之子，係富察皇后嘅侄仔。富察皇后係乾隆一生最難忘嘅原配。佢死後，乾隆對富察家嘅照罰帶住明顯嘅悼亡色彩。福康安身上有富察家嘅血，有傅恒嘅影子，亦有孝賢皇后嘅記憶。乾隆睇佢，未必係睇親生仔，亦可能係睇自己最懷念嗰段早年婚姻。第二，傅恒為乾隆招付出極大，傅恒喺朝中軍中都承擔重任，最後病死於軍務勞歲之後，乾隆對傅恒有信任，亦有哀欠重用傅恒之子，本身就係對功臣家族嘅延續性恩典。第三，福康安確實有軍事價值。乾隆晚年極之重視所謂十全武功，佢需要一個可以替佢打仗，替佢收尾，替佢證明大清武力仍然強盛嘅人。福康安嘅角色正好符合乾隆晚年嘅政治罵事。乾隆想佢唔只係想一個臣子，亦係在想自己嘅武功招牌。第四，乾隆晚年嘅想法本來就容易失衡。一個活得太耐、掌權太耐嘅皇帝，到咗晚年，個人情感往往會更深咁墊入制度入面。佢中意嘅人就抬得好高，佢厭惡嘅人就壓得好狠。福康安啱好企喺佢最願意偏愛嘅幾條線上面。富察家、傅恒之子、軍功、滿洲貴胄、晚年武功，呢啲加起嚟已經足以解釋福康安點解特殊，未必需要私生子。可是普通人唔一定願意聽咁複雜，因為複雜解釋不如公談秘聞上頭。呢個就係傳聞可以贏過史實嘅地方。史實要慢慢講，拗言只要一句說話，福康安係乾隆私生子，呢一句說話似一條鎖匙，啪一聲將所有疑問都打開晒。可是佢打開嘅若係唔係歷史嘅門，而係人心入面最愛嗰時嗰扇門。五，富察皇后之死，再睇富察皇后嘅死，佢真係可能因為撞破家情而投水咩？跟住史實，孝賢皇后係喺乾隆13年東巡回廊途中病逝於德州州刺。佢此前經歷連續喪子，身心損耗嚴重。乾隆對佢嘅死表現出極大嘅悲痛。此後據長期悼念，寫下好多悼亡詩文可以講。富察皇后喺乾隆心裏面嘅位置，確實冇人可以完全取代。可是野史唔滿足於病逝。點解？因為病逝冇罵手。一個女人年紀唔算太大就死咗，尤其佢仲係皇后，尤其佢又被皇帝懷念，後人總會覺得入面應該有更刺激嘅原因。喪子病痛、旅途勞頓，呢啲都太平啦，也太真實啦。真實有時候反而冇傳播力，於是傳聞同佢安排咗一個更慘烈嘅結局，唔係病死，係投水。唔係命薄，係被背叛；唔係乾隆悼念亡妻，係乾隆親手逼死亡妻。呢個版本更能激發斷怒，亦更能令觀眾企隊。富察皇后成咗完美受害者，傅恒夫人成咗完美罪人，乾隆成咗風流薄情嘅皇帝，傅恒成咗忍辱吞聲嘅權臣。古仔一下子豐滿，亦一下子失真。真正嘅富察皇后唔需要靠竹擔投河嚟證明佢可難，佢本來就可難。佢貴為皇后，卻接連失去嫡子。佢係乾隆嘅原配，卻必須接受皇帝擁有無數女人。佢要母儀天下，卻唔可以似普通下口肉咁鐵底崩潰。佢被乾隆深情悼念，卻仍然活在帝皇婚姻嘅不平等入面。呢個比野史更加沉重，因為野史將佢嘅痛集中喺一個夜晚，
而真實嘅痛可能係一年一年積落嚟嘅。一個細路冇咗佢忍，第二個細路冇咗佢仲要忍。丈夫係皇帝，佢唔可以獨佔，自己係皇后，佢唔可以失態，身體撐唔住，佢仲要隨刮出巡，最後死喺途中。所有人都話皇后賢德，皇上悲痛。可佢作為一個女人，一個夏后妖，一個妻子，嗰啲冇人睇見嘅皮痕，早已被宮廷禮儀層層遮住。所以龍舟捉打媽若係假嘅，但富察皇后嘅孤獨係真嘅。佢唔需要被寫成一個撞破兜情嘅女人才值得同情，佢真實嘅一生已經足夠令人難過。呢個都係我們今晚拆呢個傳聞最重要嘅一點。野史看似在替一個受害者出氣，其實係在消費佢嘅痛苦。佢將富察皇后嘅喪子之痛、身體病弱、帝王婚姻入面嘅無奈，全部壓縮成一場觸鬥戲。觀眾聽完只記得佢被傅恒夫人害死，卻忘記咗佢真正承受嘅係成個後宮制度同皇權婚姻帶嚟嘅長期消耗。換句話講，野史替佢揾到咗一個禍首，卻縮小咗佢嘅悲劇。呢個並唔一定係尊重佢。6. 被傳聞吞沒嘅女人。再睇傅恒夫人，如果佢真係冇嗰啲事，咁佢就係呢場傳聞入面最無聲嘅受害者，因為佢喺正史入面幾乎冇自己嘅聲。佢唔似乾隆有詩文實錄上飲流低嚟，佢唔似傅恒有傳記、有功業、有朝廷記錄，佢唔似福康安有軍功、有封爵、有太廟榮光，佢亦唔似富察皇后有乾隆嘅悼念、有後世嘅哀榮、有延後嘅形象。佢留低嘅更多係別人講佢，別人話佢靚，別人話佢狠，別人話佢勾引乾隆，別人話佢生咗福康安，別人話佢逼死富察皇后。可是佢自己講過咩？我咪幾乎聽唔到。一個冇留低聲音嘅女人，最容易被後人改寫。佢嘅沉默成咗野史最大嘅空白，而空白就係傳聞最中意落筆嘅地方。呢個就係歷史入面好多女性嘅命運。男人嘅升遷可以用功勞解釋，男人嘅偏愛可以用政治解釋，男人嘅失敗可以用時局解釋。一旦輪到女人，後人最愛用身體解釋一切。一個女人點解家族顯貴？因為佢靚。一個女人點解個仔受寵？因為佢同皇帝有私情。一個女人點解牽動朝局？因為佢嗰水呢種孖事太熟啦，熟到我哋甚至唔覺得佢有問題。可是你諗下，傅恒家嘅富貴難道全靠一個女人嘅身體咩？富察家嘅門第，傅恒嘅能力，富察皇后嘅地位，乾隆對亡妻嘅懷念，福康安嘅軍功，乾隆晚年嘅用人偏好，呢啲難道都唔重要咩？當然重要。可佢哋太複雜，不如一句，佢同乾隆私通嚟得痛快，所以傅恒夫人被推到前面，佢成咗一個萬能解釋。福康安點解受寵？因為佢富察皇后點解死？因為佢傅恒點解富貴？因為佢乾隆點解偏愛富察家？因為佢一個人被寫成所有問題嘅答案時，佢就已經唔係人啦，佢成咗傳聞嘅道具。七權力更替乾隆死後，好多嘢開始變咗。一個皇帝在位時，佢嘅偏愛就係風向，佢中意邊個，邊個就風光；佢睇住邊個，邊個就安全。佢將邊個寫入自己嘅工業碼事入面，邊個就可以被抬到常人難以企及嘅位置。福康安生前得到咁高嘅恩寵，好大程度上就係因為乾隆仲喺度。可乾隆唔會永遠在。嘉慶親政以後，乾隆晚年留低嘅權力，結果開始被重新清理，禍身倒咗好多舊臣惶恐。乾隆寵幸過嘅人同家族都不得不面對新皇帝嘅眼光。福康安已經過身，但富察家後人唔可能永遠活喺乾隆嘅光環入面。
福長安因和珅案受到嚴厲處分。呢件事常被野史寫成富察家報應嘅開始。可如果我面唔套私生子傳聞，佢亦可以用更現實嘅權力邏輯解釋，靠上一任皇帝偏愛撐起嚟嘅榮耀，喺下一任皇帝嗰度天然會變得危險。嘉慶需要親政，需要由乾隆晚年嘅影子入面行出嚟，需要令朝臣知道新嘅規矩嚟啦。嗰啲曾經過分靠近乾隆恩寵嘅人，都可能成為被重新衡量嘅對象。呢個唔係簡單嘅因果報應，呢個係權力更替。可是野史中意報應，佢會話富恒夫人當年用美色同身體換嚟富貴，所以乾隆一死，子孫就遭到反噬。呢個講法好聽，亦有道德警醒，但仍然太簡單。真正嘅警醒應該係唔好將家族命運全部壓喺一個掌權者嘅偏愛上面。乾隆生勾勾時，皇恩似大樹遮天。乾隆唔在後，大樹一倒，樹下嘅人先至發現自己企嘅位置其實好危險。呢種道理到今日都冇過時。好多人以為有靠山就安全，有貴人就穩，有某個強人一句說話就可以改變命運。可是靠山會老，貴人會走，強人嘅心意會變，權力嘅風向更加會變。你靠別人偏愛得到嘅嘢，遲早要面對一個問題。當嗰份偏愛消失，你憑咩企得住？富恒夫人嘅傳聞，不管真假，都可以照出呢個道理。如果佢真用底線換富貴，嗰就係道德嘅報應。如果佢冇做過嗰啲事，而富察家仍然喺乾隆死後失去一部分特殊光環，嗰就係權力嘅規律。兩種結果都在提醒我哋，借嚟嘅光照唔耐，人真正靠得住嘅，仲係自己嘅清白、能力同退路。喺生活入面都係咁，唔好為咗走捷徑進入一段以後講唔清嘅關係，唔好為咗眼前資源將自己擺喺別人隨時可以攻擊嘅位置，唔好覺得只要而家攞到好處，未來嘅明星底線後果都可以慢慢處理。好多嘢一旦做咗，解釋成本會越來越高。好多關係一旦越界，就算當時冇人知道，都會變成心裏面一條刺。好多利益一旦攞咗唔應該攞嘅，後來總會以另一種方式要你還。當然，富恒夫人嘅真實情況也許並非如此，但傳聞本身正好俾我哋一面鏡。鏡入面唔係一個滿洲美人有幾壞，而係人一旦被裝入權力、曖昧、利益同流言嘅中心，會有多難全身而退。八清白嘅重量，富恒夫人呢個名喺歷史入面已經講唔清啦。可我哋今日可以從佢身上睇見一個好現實嘅提醒，唔好俾別人有機會用最難聽嘅古仔解釋你嘅一生。清白唔係俾外人睇嘅牌坊，清白係夜深人靜時，你可唔可以面對自己？清白係多年之後有人翻舊賬時，你係咪真有底氣講我冇行嗰條吉路？清白亦係你唔使靠大話維持體面，唔使靠沉默遮掩交易，唔使喺別人一個眼神入面心驚肉跳。呢種嘢平時睇唔見，可一旦失去就好難買得返。富恒夫人嘅傳聞入面仲有一個特別刺人嘅地方。乾隆有詩，富恒有傳，福康安有功，富察皇后有哀榮，唯獨佢幾乎冇自己嘅聲。呢個意味住咩？意味住後人想點樣講佢就點樣講佢，想將佢寫成滿洲第一美人，佢就係美人；想將佢寫成妖婦，佢就係妖婦；想將佢寫成野心家，佢就係野心家；想將佢寫成害死皇后嘅罪魁，佢就抌上呢口黑禍。呢個比當場被審判更加可怕。當場審判，你至少仲有機會開口；死後被全民審判，你連辯解嘅資格都冇。呢個都係點解我哋今晚講佢唔可以只為咗刺激，
我哋當然可以用野史開頭抓住觀眾，可講到最後，必須將真相嘅燈點起嚟，否則我哋都會成為嗰條留言鏈上面嘅一環，只係換咗一個更現代嘅講法，繼續將一個沉默女人居喺揸肉柱上面。所以今晚真正嘅問題唔係傅恒夫人到底有冇同乾隆私通，真正嘅問題係點解我哋咁願意相信佢私通？因為我哋相信皇帝風流，因為我哋相信權力棍花，因為我哋相信美貌危險，因為我哋相信過度恩寵背後一定有黑幕，因為我哋習慣將複雜嘅政治、家族制度同情感，最後都壓到一個女人身上。呢啲心理加埋一齊，先至塑造咗傅恒夫人嘅罪。佢嘅罪也喺唔喺史實入面，而喺後人嘅想象入面。當然，我哋都唔可以將佢寫成絕對無辜。佢出身高門，嫁入富察家，活喺乾隆朝最核心嘅權貴網絡入面。呢種女人唔可能完全唔識權力，佢也許精明，佢識得經營家族，為個仔前程奔走，也許享受富察家嘅榮耀。佢唔一定係純白嘅人，可不純白唔等於有滔天大罪。一個人有野心唔等於淫亂，一個人享受家族榮華唔等於害死皇后，一個人個仔受寵唔等於佢同皇帝私通。我哋唔可以因為一個人企喺光入面，就用最更嘅想象去保存佢嘅影子。講歷史最難嘅就係喺好聽同真實之間守住一點分寸。如果只追求好聽，呢個古仔可以寫得更狠，可以寫傅恒夫人點樣深夜入宮，點樣勾住乾隆，點樣喺富察皇后床前扮無辜，點樣生咗福康安之後得意咁笑，點樣令傅恒跪喺權力面前吞下奇沙大肉。呢個當然刺激，但呢個唔係我想俾你講到最後嘅版本，因為月下說書人要講嘅唔止係佢有幾壞，而係點解我哋會相信佢壞。呢個比之其更加有價值，亦更能令人喺聽完之後多一點清醒。9. 返到生活人生入面，你都可能會遇到類似嘅事。一個人突然俾人鬧到風口浪尖，所有人都話佢有問題，你要唔要即刻信？一個女人因為得到資源被人講閒話，你要唔要跟住用最難聽嘅方式揣測佢？一個家族突然富貴，外界話肯定有件唔得光嘅交易，你要唔要喺冇證據之前就當真？一個親近嘅人被流言包圍，你有冇能力先停一言一句？證據喺邊？呢個就係呢期古仔留俾我哋嘅現實意義。人呢一生最怕兩件事。一係自己真係為咗利益掉底線，二係自己冇做過卻俾人哋把口毀掉一生。第一種需要自律，第二種需要世道人心多一點公正。我哋控制唔到別人點講，但至少可以控制自己，唔好輕易成為嗰個添油加醋嘅人。返到傅恒夫人，如果佢真係傳聞入面嘅瓜爾佳氏，真有滿洲第一美人嘅卡名，咁佢嘅一生確實會令人稀爆，因為美貌帶俾佢嘅未必只係優勢，亦可能係後世無窮無盡嘅惡意想象。一個唔夠靚嘅女人，好難被寫成果水。正因為佢被人講得太靚，所以後人更容易相信佢可以果亂宮變。呢個本身就係那麼詞，美貌本唔應該係罪。可喺好多古仔入面，美貌常常變成女人被定罪嘅第一件證物。佢太靚啦，所以皇帝會心動；佢太靚啦，所以丈夫會忍讓；佢太靚啦，所以皇后會崩潰；佢太靚啦，所以個仔受寵都唔乾淨。你睇呢個唔係證據，呢個係偏見。一個女人只要被寫成太靚，佢就已經半隻腳踏入咗個水孖時。古代如此，現代都唔完全例外。好多時候，
社會面對一個有資源、有外貌、有上升機會嘅女人，最先想到嘅唔係佢嘅能力，亦唔係佢嘅家世同努力，而係佢係咪用咗咩見唔得光嘅方式？呢種惡意幾百年都冇完全消失。最後嘅語講到最後，我哋不妨俾呢個疑案一個更穩嘅結論。第一，傅恒夫人同乾隆私通證據不足。第二，福康安係乾隆私生子嘅講法，時間線同證據都存在好大問題。第三，富察皇后因撞破 D 情投水嘅講法，更像後世演情，唔宜當作史實。第四，福康安確實受到乾隆超常恩寵，呢種恩寵好容易引發民間猜疑。第五，傅恒夫人被妖魔化，恰恰說明後世中意用女性身體解釋複雜權力現象。呢五點聽落冇野史刺激，卻更接近我哋應該有嘅判斷，而判斷力比一時聽得過完更加重要。尤其到咗我哋呢個年紀，聽故仔唔可以只聽熱鬧，熱鬧聽完最多瞓前興奮一下。真正值得聽嘅故仔，係聽完之後可以令你聽日面對人、面對事、面對流言時多一點定力。別人講得再真，你先唔好急住信；別人鬧得再狠，你先唔好急住跟；別人講得再刺激，你先問下有冇時間線，有冇證據，有冇更合理嘅解釋？呢個就係歷史俾人嘅修行，唔係要你背年代，而係要你喺複雜人心入面唔輕易被人帶走。傅恒夫人呢一生最終也許唔會有真正嘅答案。佢到底係咪瓜爾佳氏？佢到底靚唔靚？佢有冇見過乾隆唔同尋常嘅眼神？佢有冇喺宮中某個瞬間意識到自己個名將來會被人寫成咁？呢啲我哋都唔知道，但我們知道一件事，佢嘅真實人生已經被傳聞遮住太耐。而喺某個深宅大院入面，佢只係一個夏后佑，佢會為傅恒出征擔憂，會為福康安升遷高興，亦會喺聽見宮中噩耗時沉默。佢未必溫柔，亦未必簡單。佢可能有自己嘅精明揸務、算計同瞻望，但嗰係一個活人嘅複雜，唔係妖婦嘅單一。人最怕嘅就係俾人哋刪掉複雜，只留低一個好鬧嘅標準。所以今晚我哋將佢由標準入面暫時放翻出嚟，唔係為咗替佢蓋棺定論，而係為咗提醒自己面對歷史，亦面對現實，都唔好太急於審判一個冇開口嘅人。夜已經深啦，乾隆嘅宮燈早已熄滅，富察皇后嘅船亦早已停喺歷史盡頭。傅恒嘅軍功、福康安嘅榮寵、富察家嘅興衰，都成咗史書入面冷冷嘅字。而嗰個被稱為滿洲第一美人嘅傅恒夫人，仲企喺一片龍入面。佢塊面被後人嘅想象塗抹過太多次，已經好難睇清原來嘅樣。有人話佢狠，有人話佢靚，有人話佢害死皇后，有人話佢生咗龍種。也許呢啲都唔係真嘅，也許其中有一點影子。歷史好多時候唔會將答案完整交俾我哋，佢只將疑問留喺夜入面，要後來嘅人一遍遍講，一遍遍猜，亦一遍遍暴露自己心裏面最想相信咩？如果今晚呢個古仔令你覺得震動，亦令你對嗰啲太好聽、太刺激嘅歷史傳聞多咗一點警惕，可以在評論區留低4個字：明辨是非。呢4個字唔只係俾傅恒夫人，亦係俾我們自己。願我們唔好被鄉情古仔牽住走，願我們唔好被憤怒輕易煽動，願我們喺複雜嘅人心同漫長嘅歲月入面，仍然可以守住一點清醒。我係月下說書人，多謝你今晚聽到最後。願你守住自己嘅底線，亦守住自己嘅判斷，唔好令自己成為傳聞入面嘅罪人，亦唔好令自己成為製造傳聞嘅人。
願你今晚放低真假難辨嘅宮廷舊夢，亦放過嗰個曾經被誤解過嘅自己，安然入夢。